全台大罢免今年的第一案投票，嘛是罢免民进党的唯一一案，就是南投县的议员陈玉玲。今仔日投票结果，同意票是比无同意搁较侪，不过是无达到14302票获得，所以罢免案同款无通过。同意一票。同意一票。选务人员以选票抢票，全台今年头一罢免案13伫南投登场，主角是民进党籍的南投县议员陈玉玲，因为这是国民党以罢制罢76A唯一成案的县议员罢免案，也被看作是726大罢免的先锋战。票数所凸显的是陈玉玲所得到的投票率，也不过代表着民进党，代表着赖清德，也将近只有1成。国民党南投立委游和马文君罢免案是伫8月23日要进行。因为陈玉玲罢免案，根据南投县选委会公告，第4选区投票人数是57207人，同意票必须达到至少1/4以上，也就是14302票，而且比无同意票较侪才会通过。不过，以2022年选举来看，这选区议员一般摕大约5000票就使当选，罢免标准无加。到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宣告失败，那也就是说他们的恶霸呢是没有成功的。对于说这些反对玉玲的乡亲呢，玉玲也会深切的来检讨。而投票率大约3成情况下，陈玉玲罢免案是失败，一定影响后续大罢免战。国民党甲民进党阵营各自气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